来关心这个好消息，看到现金，大家咧目睭拢紧起来。政府要发现金6000块，大人囡仔拢有份。估计上届近4月份就要开始发。咱民众会使透过网络，也是讲现场直接去领现金，拢无问题。是讲这个发现金的时间点，先是拄着保险公司有母亲节的活动，所来又搁爱报税啊，所以这6000块要安怎开，引起真侪人的讨论。 算钱的机器袂用试试，民众目睭嘛变甲大大蕊。行政破现金6000块，上紧4个月就当领到。不管是 ATM 或者是现场，容易当领。不过摕到了后，会想要买啥，大家意见嘛无共款。应该没有想要买什么，因为周年庆的时候已经都买了，应该会捐给肉丝集团。可能买东西给狗吧，应该就是原本要买的东西吧，就不会特别再去买。 安怎买才好？来看时间表，若是上紧伫咧4月来发12点，拄好拄着保险公司母亲节的档期。3月底开始，所有各分店母亲节的活动开始。新光3月元旦百货活动卖办到4月底，不过接落来5月就要开始报税，有的人也是唔敢黑白买。 我会想要存起来，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做投资。我比较不倾向买东西，可能就是做以后的。 花费这样子，6000块安怎开上会好？大人心内有数。某连锁卖场4月广告有囡仔用品，5月是广告电器商品，业者准备好势要来抢6000块商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